今朝因为第一场拍马会，下团成团之际，董事长兼总经理拍马师阿道心事重重，回来回去啊，大肆5幅画，得使外团议论纷纷。今朝有可能第一场拍马会可能乱拍，全军覆没，所以来了后团准备出场辰光，搿个人有点眼多多。刚才阿仁今朝下了后团，今朝旅行里向蛮清爽。搿个拍马会主动权付了呢，阿道手里。虽然昨日夜里向陪里讲，天亮问我谁打里讲公仔，是阿道啊，你放心，哪怕公司关门，我总归跟来呢，我无忧无悔。讲么是讲讲呀，现在一看嘛，哎呀，辰光短暂，上出去门前。好像有点心神不定，关键辰光，我来过里紧，所以已经过来嘛，到了你的外边。阿道，辰光不再早，哦，还出去噻，是的，定心点啊，我不辣里向等呢。你别看高兴个两三哟，搿浑身真力个。所以一对好夫妻啊，要好起来可以打爆一个头。但现在辰光阿道把他高兴的提醒嘛，真个用久久。可开场辰光到达到外输对下团深深鞠一躬。哇！下团响起一阵掌声。来参加今朝拍马会国际故事的人侪有。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阿道的好朋友，今朝特地前来捧场。不过再难也好，有关大师这个5幅画还是爱莫能助，只不过心里想安吉为里担心杀吉。有种人也来领领行情，看看难吗？再有种人就是幸灾乐祸，预备来看待阿道出洋相太太。搿种人啊，叫见人发则是破局。别人哈理难过，别人倒蛮理开心。像今朝受了第一话批书当中的小自杀，就是这样种人。谁一人为着这张白虎头，想学阿道为自家出张鉴定书，结果分成功。这个三个肚子里的财路，所以对立是横行夺势。本来今朝预备看呢，阿道来唱失控仔，那些失控仔，拍马会乱拍，这个是乱杀。拍马会不成功就是落空，拍马会落空一到再下去，乃随便嘻哈一张。啥人晓得？昨日子打自家的东家放心而放一些这样。关在我今朝在拍马会上，一定要想办法拿大师的5幅画全部吃跑下来。像这个女人们真的成功般的手艺而不好。其实我也晓得的。大师5幅画绝对是真的，为啥？阿道的眼光不会看错他。他是啥人真的努力跑下来，但是他那个便宜好。问题是现在大师的家族出面，讲这个5幅画是假的，使得100点的人啊不敢轻易出手，暂怕带风险。嘿嘿，但是板上你个东家胆子大，非但敢拍，而且5幅画谁也跑下来。那么爱些点。我也要举报警拍你，向那个发出。我今朝来没来，这块牌子随便拿不为举的。围住去东江边上那个的女人妈妈好便宜，实地上打个滚滚气着。所以在台子上向阿多妈妈，嘿阿多，今朝我叫看那是好事体，但是个角色坐了下头水了等来龙江。该辰光阿多啊，心情非常平静。心平气和，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我哩成都拍马有限公司今朝第一场拍马会，众所周知啊，我哩有5幅大师的画，人要把它最后拍过，但是今朝呢，我要把它随团来，因为外头议论纷纷啊。我是不相信，不是后旁，有句说，不得不讲，
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我是国家谁后，一下来故意之举来作交代。今则开派大事话，乃是开业以来的第一单。那最小皆非都楼上平地出，为伊送听天分外，外头还学斗个，搿么啥多啊？难拿500岁回来嘛，就收着。反我想叫平生恩，难得不一回。我始终是投身到拍马个行当里，我是孟子君，将北疆请来都归还，我紧紧年年不移待。我深信能立生生为本，叫生生家实今偶然，不是繁华与谁在。一个人为了世界上，我想不单单是为之动地，不晓得听得该打，坐了下头个小子上眼不了，轻轻叫人再拦去。哼，搿种闲话啥人相信？不要动地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不要动地，侬开公司行死啊！有人要说啊，那阿多不为动地能开公司行死啊？耳朵的灵光，就不你听见着了，但是。我认为君子爱财，取之于道，杀人无道。我阿多夫人细狗，叫地狱于门，我无先实。说生心恩，良事不可为。所以我啊，要声明几声，凡是今朝拍卖王呀，有啥个么事拍出去，啥与作家抱腿为养。搿句闲话结棍，抱腿为养啥个意思？凡是不想股东自我人才晓得，乃去选股东吃进个么子，自证自家，随便拿自家搿双眼睛去看。凡伊吃上家伙冲火，反讲退个。但是今朝阿都慎重宣布，凡是今朝拍马会上所有的么子，一律实行300。所以呢，搿句闲话一录音，哇！现场掌声雷动，贾市场一动也不动。代理妈妈一路上发毒劲，像今朝那个毒劲，头顶心发到脚底药也没用了。本来东家叫我来，三过来是救那个命，可惜托个人托错的。
别人家兔子王伯伯里托个小伯伯，那么那叫小的一家门。今朝我爱西地反是举报，连他屁来不放个哎。首先将我第一幅弄出来，先要打个招呼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你第一幅大师的画啊，是古手人啊，后三字。你幅画画得相当精致，真成品，真正品。所以现在起拍价是40万，40万，数没法度啊！你报到现在，非要讲40万，400万、4000万、上亿也讲了。辰光不短，上个世纪90年代，搿些辰光上海出20-30万洋钿，可以买一套70-80平方的2室一厅。你现在去试试看，20-30万想买2室一厅，反正2室一厅这批干买不到。所以当时的40万不能说显是没子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40万第一次，别人，但是最妈妈没人举报，辰光不等人，硬硬头皮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40万第二次，河段神拳鸦雀无声。小子是心里想开心啊！阿是不出我手里，实断不人举报。阿诺啊，今朝么个可能那还算上哎。该场比我去总归讲，心里想倒真的有点紧张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现在40万第3次。后头个阿人谁听海了了呀？这觉得今朝这个拍马尾哪行得啦？搿种心行得恐怖，行得出奇，是不是？搿个心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贴是贴得嘞，怎么喉咙可以也贴出来夸着啊？围上个长段浪向过海只市民中，只听见滴答滴答，搿个滴答滴答，实质浪向三个别把敲了耳朵心浪向。第一幅乱拍，4幅侪要乱拍，搿么真个是军阀嘛？辰光不得人啊！硬硬头皮啊，随同木榔头高高举起，扣起。什么一毛，手还一位，几时嘛，一漂亮的女士，杀伤力的手里像个块棒，轰一举。搿个一举不得了，阿到第一看见1、2、3个一台花线没拉得了，有人举报，随时有人要搿张木榔头上扣起，不能绑上，搿么快点走位，台湾一眼眼木榔头脱水。哦。再有吧，有人举报。哇！所有的人听见后头有人举报，裤浪头统统在拍手机盯了搿边讲看。搿小子在心里想吼啊！搿个人3个当我有讲，看见别人玩手机看，我也看，看见只出去。现在听见有人老讲，举报是个女人，而且搿张面孔长得蛮标致。难得也看一看，搿张头慢慢叫回过去一看，先叫我裤浪头回不转来，做啥？举报的不是别人，自家的东家方三儿方三姐。哎呀，你哪会得来个叫？搿是讲真，我不举报，不怕你财看好了海我。所以你搿个牌子三个看了个，小子在裤浪里上，只觉得眼睛门前没黑，脑子里向一片空白。搿个辰光。阿到看清爽，再有吧，搿个女士啊是52吧，长得稳重、端庄、大方、漂亮。现在看过去更加标致。少在你们恩公完，帮助我个忙着完，有助我个上，心里想非常感激。再有吧。是52吧女士，第一次40万，40万第2次，40万第3次。嚯哟，搿个机场开了浪向唱山歌上力道来了，那么的木榔头在下头啪一刻顶脚，恭喜侬！哇，也是一人掌声。搿小子啊，随便哪弄不清爽。昨日是在东江明明委托我，哪会得今朝自家来？啊，为得我烧柴火炉子麻将，你对我有点猜疑了，不信任个。搿辰光阿道也奇怪，各位女士，我搭里冇啥，
依然场合当中，从来问看见过。今朝你如决斗，举牌有偿帮我忙，老实讲要冒多大的风险，所以阿道还觉着奇怪。那么举牌这位女士呢，姓方叫方喜儿，大家在海里方言相交。今朝哪会带给他拍马为以上的？因为对内阿道这个为人啊，是相当罕见，所以今朝趁这个机会特地来忙忙里个。那个刚刚看那小子啊，坐了这个前头，心里向个块棒一直发举，那个心里向窝塞。哎呀，小子啊，出门辰光当你讲海关，哦，单子外头发举棒，手里阳奉阴威。那个块棒再发举，一路趴着呀，所以你先叫接杀子，手里块棒晃摇进去。那留下来是这眼内阿多白光个声音大，你先叫了，手里个块棒总归往这上头举呀。五佛统统拍人过，所有拍片全部拍脱。真有谋，所以整个拍马会结束。等到山上，下次啊，该个子啊，面孔追到东家门前。你想想，侬哪能会得今朝亲自出马啊？侬哪能一直发举罢了侬？我要举个，伊叫第一趟辰光，我为啥不举？因为古早的举牌容易引起竞拍，抬高价钿。所以并到伊第三趟，木榔头刚刚要靠下去，我想举牌，想不到侬二小姐比我快一拍。本来我还想竞拍了，后头来回过头来一看，是侬二小姐拍，跟我再举牌，搿个比自家拍自家，所以就不拍了。好了啊，搿能，今朝夜到呢，我要设宴，麻烦向先生侬带我去请阿道夫妇，今朝务必要光临。侬请伊拉吃饭啊？哪能有困难？啊，不是，我辣想伊拉也有空。侬没请，哪能晓得伊拉没空呢？好了，顺心则灵啊！好了，今朝搿桩事体呢，我就交拨侬了。这可见东家什么不做声来句，像那么样事。前两日会子长把糊涂，带着夫妻出山上。但是现在东家也请你吃饭，搿副留下来一日落一熟悉，万一侬把糊涂事体想出来，侬非要死个，好手点相聚哦。眼下去多了一手，办法有着。要去忙正后台来一看为何，阿多夫妻为分居了。老子个面皮上来接应，哎哟，阿多先生少夫人，我等那缘分真好，一碰头了。说句老实话，搿玩意我不要看了，有点儿子，真讨讨厌。但是现在。看见你来，终于道理啊，做啥？这个阿多先生啊，侬想不到吧？刚刚拍大师五福华的方小姐是啥人吧？伊就是我的东家，我现在奉旨阿拉东家之名了来的。哦哟，那倒不好得在里当狗要看主人面哦。有啥事体？我跟侬讲，今朝阿拉二小姐，那我习惯叫伊二小姐了。阿拉二小姐今朝拍着大师队的五福华，开心得不得了。那么二小姐的脾气，只要心里一开心，马上就要请客吃饭。讲桩事体拨侬听，有一趟马路上踏着一家水塘，皮鞋弄不出来，关照个擦皮鞋，拿伊擦一擦，因为皮鞋擦得好，当日夜里就拿个擦皮鞋请到屋里吃饭了。对于那两位是更加慎重其事了，关照我一定要诚心诚意请那两位夜里一定千万赏光。搿朋友讲闲话有点吃不了去，吃饭没吃饭，啥弄么大水塘了，弄么啥个擦皮呀才出来。本来要回头的呀，为啥嘛？阿多平常辰光啥人请客吃饭，总归安于常识，回来回去吃饭吃不定心。人家看见阿多，总归么子拿出来，请你赏光，请你来过价，正月还是价格，实际的弄得了一顿饭，想把酒喝脱。但是今朝搿顿饭。要去吃，啥道理？搿个一位方小姐喝极了，帮我个忙，应当当面下过。再说我还要问问，你为啥有搿点胆量、搿点气魄，拿五福大师话吃下来？小先生，
第二事体，今朝我哋正定要上门讨饶。搿岂不夸张了？等得什么上菜？哎呀，我刚正拿来的擦皮呀，香地饼了嘛，谁想切死呢？副科长一口答应，喊得下头的句话已经想好。好，阿杜先生，交关不面子。我等些惠州县东家门前还可以交代，总算不辱使命。那么留下来，要谈谈你我之间私人的误会了。这个我的侬哪能为误会？哪能没误会呢？就是上趟白虎头的事体，胡子随便啥人侪要误会的。不瞒侬讲，我是叫吃吃人家的饭，做出了枪头之浪，有苦讲不出呀。讲出来侬不相信。这副白虎头是阿拉二小姐关照我拿得来试侬阿杜先生的。那李小姐为啥要试我？侬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一点点没恶意。我得侬讲，就是因为大师的五福河，前一枪网浪向传得龙龙飞。那么二小姐对我讲，倘使没人竞拍，用底拍拍下来了，到割算的。那么问题现在假如提出来，讲这个五福河是假的，伊讲谢先生。侬晓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么我讲二小姐，何人我不识的，人头我倒识的。那么是地上侬老兄弟，我讲阿杜先生的眼光不得了，彼此 X 光还要结棍。伊讲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既然没人竞拍，侬好少点去拿伊拍下来。可是留下来这个价钿1年一个样，3年大变样，啥人晓得伊还是绝不定？你们讲夏先生，侬还有办法去试一试这个阿杜先生的眼光得是诚信？我讲多说一句嘛，二小姐，这个根本用不着试的。阿杜先生有关这个2桩事体，我可以拍胸脯担保。碰上伊办要死，我们办不肯死。那么伊发条头了，讲好的钞票不是侬出的呀，200万洋钿的了，到了市里向侬不心痛的呀？那我听讲讲，哦，是。那么留下来，伊问我到底哪能施法？那留下来的主意啦，倒是我出的。哎呀，我讲二小姐啊，侬前几年不是吃成一副唐伯虎的白虎头吗？北京来个专家鉴定下来讲是假的。阿拉现在就拿搿幅画去试试阿杜先生。第一，看伊也看得出是假的；第二，倘使看出来假的，阿拉加上用铜钿去收买伊，叫伊出一张鉴定书，可以肯伐？所以我上趟到那府上，表面上是不欢而散，其实我心里向是开心得不得了了。哎，那位这个家伙讲闲话了，真稀奇，就光的话，包浆都搬得出来。那么阿多有点相信。说句老实话，各位小姐要试试我，对我不理解，这也是正常。我说夏先生，那你小姐要试试我看也是应该。好。搿番句话已经相信了，不过留下来还要拿里张纸封不脱。哎呀，我讲拨侬听，二小姐主要是敬佩侬阿杜先生为人正直，所以今朝特地赶到搿搭拍大师5幅画，要还侬阿杜先生一个清白。200万还我一个清白，还我一个公正，不得了。夏先生我是非常感动的。我可以说一声，我阿杜不欠别人的人情。但是我今朝欠了能力，方小姐一个头人情。阿杜先生，那2家头一个没讲敬佩，一没讲欠人情，不瞒侬讲，我辣辣吓，生怕将来事体再弄到我头浪向。哪能会弄到？哪能不会得呢？哎呀，留下来呢，一熟3一日落，讲笑话要讲起来，讲起来看这个二小姐，搿些辰光侬对我不大相信咯。关照谢先生拿着白虎头来试我不要试伊个。二小姐要面子个人呀，侬一提白虎头，伊肯定寻我生意。搿么谢先生这个放心，我绝对会弄到恁个头上。好，搿张纸封门我好追着。那么我先走步，回转去做点准备，还先点公安2位大驾光临。喏，这个是阿拉二小姐的名片，电话地址在了房头。好，等到你最夫妻2家头呀，看看辰光差不多，马上就要一部车队呀，按照地址寻到此地郊区那边看一个大别墅。大天门旁边啊，拿电铃吱一声，里向小子听清，已经导致一个满30岁的女佣人出来开门。这个女佣人家的实在没是小子上的相合，心思的叫承认，来法的叫评论。
实在不是你安插了让方玉仙这样身不边的内心，现在过来门一开，哦哟，阿多先生、少夫人啊，来，里向请，里向请。往这里向来看一看，搿一场比试啊，毫无得脚。这里是西班牙式，有点像意大利式，反正总是欧式。哦，搿个花园漂亮，布置非常精致，一路过来，一路再上，走到北大旁高下头，发现一样物事，真的觉着奇怪。一只上头一个磨盘啊，但是实际要有2米开外，奔出得脚。但整个花园啊，就格格不入，所以看得阿道有点疑惑。那现在辰光走到玻璃门这下，个倪小姐，这个阿多先生得姨太太到了。哎呦，今朝个倪小姐是不得了，盛装出席。我看人家在里向，搿只客厅十里喊话，一列海南黄花里的名式家具，有台面浪向一座丰盛家宴。大家坐下来讲啥吃茶，辰光按摩呀么实在。倪小姐当然善男，阿道上水阿人下水么小先生边浪向陪着，旁边的三板马走进去。看倪小姐今朝是激动啊！哎呀，阿道先生，今朝侬搭太太能大驾光临，我真是非常荣幸。小姐，来，阿道先生，不要客气，请呀侬。王小姐啊，今朝拍马会，我就夫妻两家头非常感激。侬有了场，侬大肆5幅画能够拍下来，我不过浪心啊。方小姐啊，我的原来还是比较陌生，侬为啥感冒离个风险？哎呀，阿道先生，这个不是冒险呀。阿道先生，你没发现的呀？哦，虽然今朝我搭乃是初次碰头，哦，不过我对侬阿道先生这个人早有耳闻。哦，虽然初相见，时而在分明。再知你荆棘上不应能行，松生心你请黎明。
受惊。看呐，拍马行当中，半推为阳，搿句闲话啥人敢讲哦？先生，从此那个人，我今在一定要为难先生。谁人正一证明，我整个国家是富上荣光。王小姐，真够呛，想不到侬与杨国先生气魄非凡，令人钦佩。哎呀，来，我就夫妻两家的敬侬一杯。哎呀，阿道先生，侬讲我气魄非凡嘛，真不敢当的。今朝主要是侬阿道先生信誉好，不过呢，我边上倒还有高人指点。请问王小姐，各位高人是啥人？是我一位美国朋友，还是我的闺蜜。哦，那么搿样看来，侬搿位美国朋友还是对于阿拉东方那个艺术品有深的造诣。哎哟，搿倒并非。哦，阿道先生，我的搿个闺蜜呢，也还个朋友。哦，那么前腔你在上海来看我一直辣辣上网嘛，你问我是哪一只关注点上？那么我随大你讲，是我们呢辣辣关注内贵公司的5幅拍片。哦，那么分析得你听见讲5幅拍片么是啥人的？那么我随大你讲噻，哦呀，是搿个5幅拍片啊，是阿杜我上面记上是叫殷文宇先生。分析得你听见讲，那阿杜2个字嘛，我个朋友接起来这样。哎呀，是阿杜先生，哦哟，搿是肯定 OK 的。那么我问你啥个事体嘛？当我讲开，是辣辣几年门前啦，美国有只中英的博物馆，里向呢展开之一场中国三世名画展，内当中一幅画呢，气势磅礴，十分震撼。那么那几天呢，当中讲搿点专家是大家吃肚子里的。不过内当中随上有一个上海来的贵宾，介绍盯来搿幅画看至2分钟，讲至2个字，讲后。哎呀，实在是侬阿道先生，是阿道先生，你搿个2个字出来嘛，还有受得了路飞。所有的专家
谁讲男士对艺术品不负责任、故弄玄虚？现在谁让我们个美国朋友到上海来看我们个文艺纪念了？美国警方传出来个消息，介绍破这个朱文山讲话个黑帮舌头，他承认当年这个一幅画的确是假的。哎呀，阿道先生，我这位美国朋友听说过后，对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是不是讲听见讲你阿道贵公司的拍品鼓励侬白拍下来？为此要拍那个5幅作品啊，我特地马上去查过那个情况的。晓得呢，阿道先生虽然为人正直、讲诚信，别讲那个事业好像一直不大顺。所以我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帮那个忙。我要为那个诚信啊，做一个正人。不过，阿道先生，今朝我赶到拍马会现场呢，只要还是要一睹侬阿道先生的风采。哦哟，不够的，你个非常感激。将来方小姐碰到美国朋友啊，对我致谢你个再赏。哎呀，一定。不过阿道先生，我还有桩事体要请教侬嘞。啥事体啊？就是讲我和美国朋友啊，老欢喜看搿种侦探小说。伊是不懂，侬哪能看只2分钟，谁晓得这幅画是假的？葛么，阿道先生，今朝机会蛮好，侬看。也能讲点出来，让大家分享。多两家头讲闲话，小市场的生意是跌了活龙口，上天涨破费，提起把活动，事体也弄僵。现在听见你都讲的是美国去，可是不要紧，啥丢掉？对，这个讲不侬听。阿拉个女小姐听见搿桩事体之后，夜里喷不着，等我讲失眠，为啥不来研究？侬阿杜先生哪能会得晓得2分钟假的？侬今朝讲出来，让你们好碰得着了。侬光耳闻，还可以到外头去吹牛山，对吧？好。既然讲出来非常简单，说老实话，搿个一位作者，搿个一幅画画得相当好，摆上来我也看不出是假。啥体嘛？有记载，35岁年纪画了搿一幅画，名望颇朴。但是原来呢，搿个人做官了。做得不正当，一直变官变到岭南啥地方？现在广东，广东好地方，现在是好地方。以前呢，搿上花南方上花，所以呢，你辣到达成人的辰光，想到唐朝后虞诗人的2句诗，叫“云王行林家后在，西用来归马不随”。所以原来呢。你是用了西用大人的那一个表，但是呢，你用那一个表的辰光是60岁的人了。而今朝搿幅画，我看到你个落款辰光看出来，35岁画的，但是用了西用大人，说明你幅画是假的。哎呀，阿道先生。哦哟，真是佩服，精彩！对，谢，阿道先生，可真是方小姐，我听见说侬是亚好水上，侬的水上品相当丰富。听见讲起东江的水上也好的了，搿只4亿8分能拿出来的呀！啥地错开来，啥个水上差穿不得，得废品回收来厨房不动，侪是我去觉得来上当的呀！啥地错开来。哎呀，阿杜先生，侬不要光讲闲话，还要吃点小菜。我对侬讲，阿拉余小姐交关诚心，今朝特地请旨老正兴的大师傅来烧的。那第三是姜炒鸡块，又叫霸王别姬，还叫老肉心吊肠。来，上。分析这个二三条，听来阿杜门袋里的上品是，细的一套都来呀。分析的那个小子啊，背浪向个打扫死路干嘛也好个了。我讲哪只菜讲的是个恶淫恶上，别人看人会吃得落个啦。也想毛鱼特两三了，但是上面的浪向难为情。小先生，侬是美食家，好了，今朝侬管侬吃，阿拉管阿拉谈。阿道先生，只要侬高兴。我的商品侬侪可以看，欢迎阿道先生侬去品评指正，
听见东江石岸讲西桥从凳子上吹到地上，这个垃圾才还不离口吧？离口子天飞退下来的。哎呀，你小姐哪能不能想得出个？阿多先生为止，搿只拍马湾辛苦子好几天的，现在又是老有感到的哒。等等，好吧，要看下一趟重新改一下，仔细细再看。不，方先生啊，今朝我极乐意要欣赏侬的唱片。哎呀，阿道先生，侬真是傻夸人。奶奶，小先生啊，葛么等一些吃好饭，就侬陪阿道先生去看看，好吧？好，那是这答应。快点让我结合一块讲个准备了海了。圣诞节里面只顾到这个分泌米的错方不多，十而不知其非米的是比不出。那这里个年龄走得比风车还快，做啥相聚哟？吃饭夸啥个样？等到16岁，你先叫辈子家人坐辣客厅里向吃水果讲上。这个小事啊，不说法，这和邻居个阿斗忙着给他股东的库房里向来，努力送到里向，自家推出来，去让门口里只沙发上坐下来，眼瞪瞪围了上相聚哟。阿道一个秋子一口口下来，心事重重，心里想气得飞飞。上大里啊，众人为里向喝喝蛮多，不晓得除脱几样安全艺术品，为钢琴拍得来个五花，吉他全部是假。哎呀，啥叫啥寻着做几块做头把了牙齿里去来个，为着啥个后屋底个金灯，搿个辰光后然为五百灯子呀，三个热火们拉的，所以气个围出来。小先生，你个么是啥牛马不改革？像我妈不理不，我告诉你，马不改个人了，叫丧尽天良。你个人啊，不得受众，外加还要挟制在身高。好，该子红上摸石头，而且摸得杀客，据我还要挟制在身，但是错卡得来也不能回高的，硬硬头皮在一下去。哎呦，阿杜先生。奶奶，想说听侬个口气，里向么子不大灵光，侪是一品，侪是然后一塌糊涂。真啊，搿假设做工真好，马上眼睛一个两动，眼里不知落得去叫得来个。那奶奶，那哭着，侬说，啥道理？我有闲话得侬啊，阿杜先生阿拉二小姐身世侬晓得吧？不晓得，苦命人哦。伊个先生活辣海辰光，倒是欧洲著名的金融家。10年门前一场错误，男人过世，小囡没。二小姐悲痛至极，为之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移居到上海来定居。那么上海唔清居了。那么我搿些辰光，伊拉先生活辣海辰光呢，我对伊合作做期货生意的。那先生临终辰光拆了这个手，等我讲谢先生，看了过去的家庭文朗，侬一定要想办法照顾好二小姐。那么我只好特地从欧洲跟到上海，现在辣屋里向帮伊做搬家。那到中心。哎呀，那么我讲拨侬听，这个二小姐刚刚到上海的辰光，想着先生就要哭，想着先生就哭，辰光一长，上忧郁症了。内当中还自杀过2趟，那么我对伊毕竟男女有别，不能日日夜夜看牢伊，实在没办法。那么上海的佣人嘛，伊用了又不称心，那么我只好搭自家表妹商量。关照伊到搿搭来，表面上是佣人，实在是我表妹，大家要面子不叫穿了，对不啦？那么另外嘛，我亲自这个好的心理医生为二小姐看毛病。那么医生对伊讲。侬也要多接触社会，做一点自家欢喜做的事体，那么可以分散点注意力，天地良心。医生闲话伊都听了，从此以后对2桩事体产生之兴趣的。第一桩良心好，欢喜做慈善事业，捐款救灾啊，救希望小学啊。第2桩呢，伊个先生活辣海，欢喜收藏艺术品。不过伊拉先生收藏侪是欧洲艺术品，那么二小姐呢欢喜中国货啊。好，有一利必有一弊。为啥？好的地方有事体做了，可以从从前的阴影里向走出来的。不好嘛，伊搞收藏不懂的啦，当然我也不懂了，侪是听人家讲，搿样么子蛮好买下来，搿样么子好不想买下来。
上趟侬看见搿张白虎头，么就是敌人吃真的冲虎了。结果专家鉴定讲是假的，还要同地用脱交关二小姐一起救病复发，床上又困住2个号头了。哎呀，所以我现在听侬讲理想的么基本上侪是冲虎，万一把那二小姐晓得之后，随便让侬活不上。万一伊有啥3长2短的手，侬去想想看，侬叫我哪能向伊提高自家的先生去做啥交代，对吧？所以。阿杜先生，侬随便哪能，还先得碰头子女小姐，有关伊吃着冲虎的事体，签订，不能对伊讲。对于你的闲话叫以假议真，说句老实话啦，搿点闲话讲得3如9光的话没用上。你别看阿道搿对眼睛还是凶的，你想讲个蛮多，但是再难讲，你2到眼里总会真。不晓得阿道2到眼里还是假。反正你跟小姐要20年，今朝呢，我只能心其余啊。今朝3天不能讲。赵先生，你放心，哪能？我今朝肯定不会讲拨搿听过。别，听见在石岗讲，非但不开心，反而吓一跳。为啥？今朝绝对不会讲。李下来为明朝为后日，你叫上了药，这点一点讲出来，看样子我让该搭方讲，不能再等下去，何少点想办法要挖家里。那该辰光阿道回到此地客厅。哎，该话的两家的是，哎呦，一见是个啊！那他们二三家本身还爽，可个阿人的还没懂道理，也喊得来。我一到大的个辰光就要喊个菜，现在一看出来嘛，眼睛拧上去。哟，阿东先生，奶奶商品看好啦，看，还可以伐？这个还可以啊，一塌糊涂啊，该我不好说啊。今朝不讲，有了。你想想，这句老实话，这个商品蛮多。啊。3言2语也讲不完。奶奶，今朝时间比较急促，好得阿拉将来还有追动感，我要上来上往感。是。侬放心，过一日我都能先带的。好，阿东先生，那么阿拉下来是朋友了。好，上来上往。那么今朝告辞。哦，那么我来送呐。好，不过我还有一桩事要问呢。就是呢，花园里向有啥都有磨盘啊。你这磨盘难道也是能收藏？哎呀。这张磨盘呢，是我阿人妹子家乡人送给我的。哦，辣辣3年门前啦，我去举只西方小学。那么这一海才下山的辰光，半山也看见搿只石头磨盘。那么分享这个点村民打我交代，说当时啥个太平军打个清兵打仗的辰光，作为武器推下去的。我嘛无意当中讲子一句，哎哟，说得蛮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呢。嗨。搿点香槟当子我欢喜西藏个呀！哎哟，啥讲热个天呀！5百几日天，拿只磨盘刚开始我屋里向呀！哎呀，我真的心里向老感动嘞！那么阿道先生，自从我先生过世过后，我想开着。搿同地人只帮了，反正我不用上呀。是啊，做点有意义个事体。好，本身我也欢喜西藏。第二呢，我也多去西方小学。对，包括。今朝我赶在拍马会现场，我拍脱那个5幅作品，我觉着阿道先生，搿点事体是我方小然搿个一生当中所做事体当中最有意义的事体唻。阿道先生，侬讲我讲得对伐？啥叫对伐？一个好良心，一个好人，你屋里向现在搿点物事一塌糊涂，我好不讲啊！我过一天得能来西台，过一天西台等不到过一天，该打出大事体到底呢哈？请听我讲。